接住落嚟就係我覺得成本書最精彩嘅一個觀點，出汗真係改寫嘅人類。作者講得好絕，單調、沉悶又古老嘅出汗，造就咗今日嘅人類。因為喺散熱呢方面，我哋比好多動物都高級。黑猩猩嘅汗腺淨係得我哋一半，散熱唔夠快。而大部分四足動物主要靠喘氣嘅降溫。問題係，你一旦要劇烈喘氣，就好難可以持續咁跑落去。持續跑同埋大力呼吸，其實係互相對立嘅。人類之所以可以長跑，可以追獵，靠攏就係出汗。我哋唔使一邊跑一邊伸條脷出嚟大力喘氣，而係將水分滲到接近光禿禿嘅皮膚表面，等佢蒸發，帶走熱量。等於將自己變成一部識行路嘅冷氣機。更重要嘅係，呢種高效散熱，令到我哋最怕熱嘅器官大腦有條件越嚟越大。換句話講，汗腺同體毛嘅改變，為大腦升級騰出嘅空間，散到熱，先敢變聰明。所以唔好小睇出汗，佢唔淨止係尷尬，可能係人類變聰明嘅底層硬件。當然，代價都好直接。就係水分消耗。正常情況下，一個人一日大約會消耗1.5升水，包括出汗同排泄。如果你做高強度運動，1個鐘頭就可能流失1.5升水。如果流失3到5升水，會頭痛、嗜睡、成日迷迷糊糊；流失到6到7升，精神開始受損，會出現恍惚同腦損傷風險。流失超過10升水，基本上就係致命脫水。順帶一提，汗入邊有99.5%都係水，剩低嗰0.5%有一半係鹽，另一半就係其他雜質。所以你出汗唔淨係流汗咁簡單，其實你係喺自己身體入邊嘅平衡系統出咗硬撼高溫。你以為皮膚只係乾淨嘅外殼，其實佢更似一座熱鬧嘅生態城。書入邊講，每1平方嘅米嘅皮膚大約住咗10萬個微生物，而且你根本清唔走佢哋。就算你沖涼用殺菌嘅猛力洗一輪，洗完之後皮膚表面嘅微生物反而可能仲多咗。唔係因為佢哋繁殖得快啲，而係你將原本藏喺角落頭嘅居民全部沖晒出嚟。所以微生物唔等於壞噶，佢哋入邊其實有好多都係幫緊你維持皮膚秩序。仲有一種更加離譜嘅感覺，就係癢。我而家只要一提到痕癢呢2個字，你可能已經開始想咁，呢個就係暗示有幾勁。更恐怖嘅係，癢可以行到完全失控。書入邊講過一個極端例子，美國有個女人個頭皮癢到不得了，攞到塊皮都爛晒。醫生話，照道理你而家應該淨係得痛感，唔可能再哼，但係佢都仲係覺得哼，完全控制唔到。仲慘嘅係，有啲換咗肢體嘅人，指手臂喺戰爭入邊嚟噶，但個腦仲以為佢仲喺度，所以隻手臂都會痕。問題係，指手臂都冇咁，你用咩咁嘢啊？嗰種痛苦真係會令人崩潰。講完恨，再傾下另一個更加現實、更加扎心嘅話題脫髮。呢個話題對中年男人嚟講特別敏感。我哋每個人頭上大約有10萬到15萬個毛囊，平均每日會甩50到100條頭髮。大部分時間甩咗都會再生翻，但有啲甩咗就唔會再生。書入邊嘅數據好殘酷，大約有60成男人到咗50歲基本上都會禿頭，1/5嘅男人30歲就開始禿。所以你會見到好多人30頭，髮際線已經開始大幅度後移。而且最尷尬嘅係，其實我哋對禿頭嘅了解唔多，只係知同一種激素有關，叫二價睾酮，佢會隨住年齡變化而失衡，令到頭頂嘅毛囊慢慢收檔唔做嘅。但最荒謬嘅係，頭頂嘅毛囊收檔嘅，反而鼻孔同耳仔入邊嘅毛囊就好似死都唔走嘅，更加堅挺。所以你會見到有喺中年人上邊越嚟越光，兩邊嘅鼻毛、耳毛就越嚟越茂盛，好似同你開緊一個好唔體面嘅玩笑咁。獸醫治禿頭最有效嘅方法係咩呢？本書俾咗一個黑色幽默嘅答案繞角，因為佢真係可以壓低相關激素水平。但我相信冇人會為咗嘅頭髮去到咁盡，始終嘅頭髮唔會影響你生存，只係影響你照鏡時嘅心情啫。